美国的华盛顿邮报报道讲，美国白宫决定无要邀请香港特首李家超来11月伫美国举行的 APEC 会议。李家超因为香港版本的国安法互美国制裁，这项消息引起中国不满。中国外交部也批评讲，美国的行为也要随来改善。有人认为讲，这影响到习近平参加 APEC 的意愿，连带影響到拜登加習近平嘅會面。又好食啦，粥又好食啦，佢嗰個咖喱腸粉啊，又係好特別。香港特首李家超當地馬來西亞訪問，正積極想要和伊合作，但是這時陣華盛頓郵報引消息講，美國白宮已經決定禁止李家超參加11月喺舊金山辦嘅 APEC 領袖峰會，因為2020年港版嘅國安法實施，美國政府宣布制裁11個香港政府嘅官員，嘛包括迄當陣做香港保安局局長嘅李家超，但這嘛引起中國強烈反對，罵美國在欺負人。我們要求美方立即糾正錯誤做法，解除對李家超行政長官等特區官員的制裁，履行 APEC 東道主應有責任，按慣例邀請李家超行政長官與會。香港特首嘅辦公室發新聞稿講，美國應該確實履行做主人基本嘅責任。雖然報道講香港其他嘅官員同款會當參加，但是學者認為講美國今嘛無想要互防制裁嘅對象來美國，這其中就包括中國嘅國防部長李尚福，有可能影響習近平參加 APEC 嘅可能性。拜習在美國 APEC 舊金山舉行元首峰會，那李家超不能去美國，不能踏上美國土地，會不會成為拜習會的一個變數？我覺得這值得觀察。那這兩者的確是有聯動的關係。另外，香港律政司之前是申請禁制令，禁止在有違法的意圖之下，傳播反送中的歌原應講歸香港，也是讓這條歌紅準實是香港的國歌。日本高等法院審理了後，決定拒絕批准相關的禁制令。記者綜合報道。